热死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向韩国佛教信众教授中观根本慧论；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马来西亚新一任总理；司政边巴次仁致函祝贺南希佩洛西女士从美国众议院议长职位退休。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举办集思广益及策略会议。藏人行政中央策略规划小组召开第3次会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女士在米兰介绍流亡藏人的民主化进程。南非代表欧洲多杰向环保团体介绍西藏环境状况。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委员会发布2022年中国人权与法治现状报告。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展开第11次西藏游说日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韩国佛教信众的祈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1月25号开始，为期2天，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向韩国为主的各方信众教授中观根本慧论。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开示时指出，最近的新闻报道说，南韩呢，因为上一次就是人潮拥挤的缘故，而造成踩踏的伤亡，感到非常的遗憾。那我们在此一起为这些亡者回向，也问候，借此机会为亡者的家属慰问。佛教的国家里面，发生这种遗憾的现象，那这是作为佛教徒，我们应该相互的鼓励还有回向。所以我们对亡者回向的。来自韩国和世界各国的佛教信众，以及达兰萨拉的数千名藏人参加了为期2天的法会。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四11月25号致函祝贺安瓦尔·伊卜拉希被任命为马来西亚新一任总理。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指出，现在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希望马来西亚将继续繁荣，并为我们这个日益互相联系的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重大贡献，并祝愿您在实现马来西亚人民的希望和愿望方面取得圆满成功。另外，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于上周四11月17号宣布从美国众议院领导层退休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随即致函佩洛西议长，感谢他在20多年的服务生涯中向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提供的支持和鼓舞。司政边巴次仁在贺函中指出，佩洛西议长在加强美国国会2党对西藏的支持，以及根据西藏境内藏人的愿望推进西藏自由事业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此外，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二11月22号在嘎夏秘书处接见了50多名来自尼泊尔巴康顿珠定理寺的尼师。司政在向尼师们发表讲话时，强调了流亡藏人作为境内藏人的代言人，应该肩负起历史富裕的重任。随后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现状，并呼吁他们尽可能地阅读有关西藏的历史书籍。
与此同时，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于本周二11月22号开始，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了为期4天的集思广益和策略会议。议长堪波苏南丹培在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本次会议将重点讨论和关注包括西藏境内的现状、中国政府对西藏环境的严重影响，以及西藏的人权状况，并深入了解中国政府的结构形成和近期召开的重要会议。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来自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中央高等藏学研究学院的历史教授强巴桑丹先生，以及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德庆巴姆、丹增次成和次仁桑珠分别向议员介绍了西藏的历史、青藏高原的环境状况、西藏的人权状况和中国在西藏的经济和战略状况等议题。由藏人行政中央第16届嘎夏成立的常设机构策略规划小组于11月24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了第3次会议，司政边巴次仁出席及主持了会议。本次为期3天的会议上，与会的小组成员将审议和讨论相关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将根据该小组的目标审议未来的发展举措。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该小组的所有成员，包括该小组的顾问丹巴次仁先生等出席了会议。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女士于11月12号出席了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永恒的西藏”为题的会议，并在会议上强调了流亡藏人的艰难历程，以及在达赖喇嘛尊者远见卓识的领导下，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化进程。主办方还邀请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妹妹、藏人行政中央前部长吉尊白马女士等政要出席会议及发表演讲。吉尊白马女士在演讲中分享了藏人在流亡初期照顾藏人儿童的历程，并分享了上世纪80年代她作为流亡藏人代表团的成员对西藏进行的视察。达赖喇嘛尊者的前特使格藏坚参和代表赤列曲吉女士一同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西藏的政治局势”的演讲，着重介绍了在达赖喇嘛尊者高瞻远瞩的慈悲领导下，流亡藏人社区全面发展的民主化进程。此外，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代表欧洲多杰先生于上周日11月20号在南非跨祖鲁纳塔尔省德班地区向来自17个民间团体的50多名代表和环保活动家介绍了西藏的环境状况。代表欧洲多杰在活动上发表了为什么青藏高原很重要，以及中国占领下的西藏环境现状为题的演讲。随后，与会者向代表提出各种涉及西藏环境和政治的问题，进一步了解了西藏的环境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和重要性。与会者表示，他们对西藏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及其数十亿人口的深远影响有了新的认识。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于上周三11月16号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现状的年度报告。在该报告的西藏章节中，委员会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尊者或其代表在国际法规定之藏人自决权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真正的对话，并要求释放因和平行使人权而被关押或监禁的藏人政治犯。报告进一步要求中国政府邀请美国驻华大使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会见经达赖喇嘛尊者认证后遭中共当局秘密劫持失踪至今的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济尼玛及其父母。这份年度报告还详细记录了中共当局侵犯人权、实施残酷的审查制度、酷刑折磨及拘留人权活动家、持续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和加速中国化的问题，以及在中国、西藏、东突厥斯丹、香港和澳门执行的清零政策等。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
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与该国藏人协会于本周一11月21号联合展开了第11次西藏游说日活动。主办方呼吁澳大利亚政府追随其盟友，在不受中国政府干扰的情况下，制定保护藏传佛教转世巡防认证制度的官方政策。由澳大利亚各地的15名藏人青年组成的代表团，在第11次西藏游说日当天会见了近30名澳大利亚各党派的议员和参议员。此外，在本次的游说活动期间，超过1000名澳大利亚民众签署了一份有关达赖喇嘛转世问题的承诺书，明确强调只承认在不受中国政府干涉的情况下，通过藏传佛教转世巡防认证制度而认证的下一世达赖喇嘛。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珍妮特·赖斯女士在参议院发言时指出，来访的藏人代表团向他提出了对达赖喇嘛转世问题和第11世班禅喇嘛持续失踪问题方面的担忧，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坚决反对中国政府以任何形式干涉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和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行为，并强调他将继续通过一切可行的方法向中国政府提出西藏问题。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